也係乜人啊？係班博還係李行？不，記得啊，係救命離開嘅敘利亞人。哦，原來係難民啊！也兩字也未係，記得啊，我對希臘到馬其頓。哇，看起來都辛苦。唔看，也個難民親強的救命嘅時節，老夾本樣嘅相片打唔見，故說老佢見到東西隨身帶點哦。Gino，是在畫未來的新家嗎 ？No， 佢畫嘅啊係頭擺嘅幅誒，佢係寫嚟計劃，我想要轉眼嘅幅下，我思念敘利亞。邊州難民係乜嘅心情呢？我真的很難想象。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向義輝，歡迎收看呢個禮拜嘅社會事件簿。來，社會事件簿進行嘅方式，呢個禮拜就重新登到社會嘅新社會，所以紹介一下。做小編提醒嘅馬克，大家好。我哋看到嘅係珍姐，好久不見。各位紹介晴晴，大家好。準備看到係柚子，大家好。新聞世界社會。6年以上是世界難民營，所以呢個禮拜節目很當講，同你現場嘅時候啦，電視推薦嘅觀眾朋友去看呢個片，平常到台灣係看唔到嘅難民，咁我嚟看呢個禮拜嘅社會看世界。唔甘地難民，然後移民，有乜嘅無共用冇？講到移民，唔提咋會想到嘅，漢人冇唔錯。幾100年前，漢人嘅祖先為咗追求漢家好嘅生活，離開自家嘅故鄉，渡海來到台灣，也就係移民咯。唔過難民，就冇共用咧。難民係因為遇到戰爭，也係受到無共用民族嘅暴力對待，冇聽錯就會俾人刺死咧，過不中，想做得走到其他國家嘅人。就聯合國難民署嘅統計，全世界嘅難民啊，人數已經來到2000萬客家咧，差唔多係老貴在台灣嘅人口共用多。一條難民，除咗來自大家接有談到嘅敘利亞、阿富汗，還有包括咧幾個非洲嘅國家，像係索馬利亞、南蘇丹一條。本人想唔到，韓國hand較最高嘅係，有2000多萬嘅難民地位，竟然有1半以上係滿18歲嘅小學誒，年紀啊就搶唔到共用哦。接下來談看下咧幾條嘅故事。The big guns that I had, I've never had before. They were looting of people's properties, killing, raping, burning of houses. All this I witnessed with my eyes. Desde que me vio a mí dijo que él me llevaba hambre a mí. A esta chinita le voló del ojo. Y cuando me quedé adentro venía él con otro muchacho y incluso los dos abusaron de mí. كبنيرون زكاتنا ناشد أب ليبيا 4 ورحي وفي ناوم تمسك شوينا قال معداوي وطنا كثر من دقس مشت بدو غيرنا خير يا رقال لنا بزستلالهم تأمات قبر مرات يلا. وصلنا ل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وقف البلم ما عاد اشتغل، وقتها هاج البحر وصارت تشتي علينا المطر كتير.
أهلي كتير متواضعة. يعني الواحد إنه أول شي الغربة بتأسي القلب. الغربة بتأسي القلب.应该很多小鬼地圖就講，世界有咁多地方都有難民。提前同大家看到係類似西亞、亞洲地方。來，搶 New Stock。來，從台灣出發，我們到了西亞的這個國家，是哪裡？中間下面那個兩字。约旦。約旦。好，我們到了約旦，看約旦的難民營。我們請 New Stock 帶我們去難民營，好不好？你看，它在約旦的北部，叫一個阿茲拉卡的難民營。哦，有沒有？你這樣還看不出來，其實每一個白色的這個點都是帳篷。對，就是難民的帳篷。規模很大，有沒有？你看，對，規模非常的大。你要想說一個帳篷裡面就要住多少人，然後它有這麼多的帳篷，每一個長方形的那個區塊。剛才在空照圖上那些白點，實際上一個白點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臨時搭建的這種小房子。你印象中有哪裡看過類似的場景嗎？電影。那是講什麼的電影？災難片啊，然後也是差不多像這樣，就是很多難民就是受災人，然後這個數量真的多到有點恐怖。就以我們來講好了，我們都可以住在有錢一點的人住在社區住比較好一點，然後比較窮一點的人，我們至少還可以住個那種小棟的。然後他們是這樣臨時搭建起來的小屋子，然後它周圍也沒有什麼賣東西啊，就跟我們的生活中就差很多。沒有網絡，沒有網絡。沒有網路，我都已經在關心難民，你還跟我講沒有網路？他們難民都快沒有，他們都沒有，他們食物來源，他們食物來源都有問題了，怎麼可能有？但我覺得馬克很誠實了，因為他以他現在的生活去對照在這裡的生活，他首先想到可能就是網路。首先要請教大家是什麼？先看你要講題目。請問一個小阿妹用為兩技術徛到高高呢？第一看到翕相機咧，第二看到醫生。馬哥，趕快出示答案了。OK。就是看到相機應該不會擺出那種臉，然後雙手也不會舉起來吧？你在什麼時候會舉這樣的姿勢？投降求救。所以他是在跟醫生求救。在跟醫生求救。我們都知道舉雙手就是投降。嗯哼。那你看到醫生不會舉起來投降嗎？但應該這麼小，應該也不知道醫生大概長怎樣。如果他是拿那一種拍照用那種相機，他前面會有類似管嘛，那可能小朋友看到。因為他們難民，那難民可能就是從戰爭那邊跑出來，那不是有槍支那一些，那他們年紀小，然後見識又不大，他們可能以為那樣是某一種武器之類的。來，下面請柚子所分析的科學翕相機搶空解答。解答是，哎呀，不好意思啦，芊芊，來，柚子跟珍姐都有講到，我們現場剛好有這個大的相機，槍口，類似槍口那個，有沒有？當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可能距離有點遠，他遠遠看到這個，然後又是雙手拿着對着他拍，這樣對着你拍，就很像那個遠看就很像那個槍的那個。對。現在他們剛剛影片上有講說不能相信任何人，所以可能看到每個人他們都心裡會有一點恐懼，所以都會對每個人都懷有警戒性，所以他才會對相機就是比出投降的姿勢。來，你係你難民專題提一下題目，聽一下題目，剛才看到係約旦，當到難民，其實對約旦的難民地圖係類似幾條北部嘅一個國家，係大家已經談到嘅敘利亞，所以請 Google Earth 圖喺呢度敘利亞一看。我們剛才看到的是約旦，現在鏡頭往北，有沒有？約旦原本在下面這邊，然後我們往北到了敘利亞。那敘利亞看乜嘅咧？係幾條？就當到難民，除了戰火璀璨，簡單的天兒太上，按照阿勒頗，我們來看阿勒頗好不好？你看哦，阿勒頗城，大家看，我們除了左右兩張照片，看上半部跟下半部。來，英文網，上半部寫的英文是什麼 ？Before 之前，
然后那我现在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很漂亮。漂亮繁荣，是一个你去观光、去度假或想要去的地方吗？会，哦，会想去阿勒颇度假。可是现在谁有想过要去阿勒颇度假？因为现在的阿勒颇像什么？废墟，战火摧残。然后右边是他们超过1000年的一个清真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会去的清真寺。可是现在的清真寺，你看那根柱子当对照，后面的房子。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户外，好不好？我们下一张照片来看，在室内的状况，也是 before 跟现在，百货公司一模一样的地方，现在变成对啊，它屋顶也不见，然后玻璃都碎在下面。刚才第一题我们看到小女孩，她到了约旦的难民营，她逃离了叙利亚。下一张照片我们要看到的这个主角，他就是没有离开叙利亚，依旧留在这个大城阿勒颇的。看来看题目嘅相片。请问，有个小阿哥诶，对电炮台伫做乜嘅事情呢？第一，破坏机；第二，撞击。4位小欧，请出示答案。一半一半。你们觉得要破坏一个大炮容易吗？不容易啊。只要把修理它容易还是破坏它容易？啊，你有看到小男孩用什么工具吗？手，徒手，因为他那个动作有点像在拉。在拉，对，把炮拉坏，不太可能。那不是拉炮小弟。他是想要破坏那武器，然后等到敌人来的时候，就是敌人就没有办法使用。哦，又跑的打不出去。因为他们不是一定是受到战火之后才会变这样嘛？那谁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才会打过来那样子？那这个小男孩应该是要修理他，才比较会有抵御其他国家的侵略那样子。所以我就破坏他们来。在这边我要及时澄清哦，叙利亚是内战，不是其他国家的侵略。哦，对，内战就是其他人打过来。好，倒台黑妹枪，柚子还有整洁手工案，看来看大部很大概。解答是。大胆！哎呦，柚子真的不简单呢哈！你看，他当然我们给你看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感觉在拉的一个动作。这个小男孩就像你们讲，不到10岁，他做的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你看他就是拿我们刚才讲修理东西要什么？要有工具。你看他就是在希望可以把这个炮修好。那好厉害哦！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要由他们来做？看来看 New Stock 给他。为什么他要去修理武器啊？看起来动内向。因此，叙利亚内战人民生活都当穷苦。相片地背嘅小阿哥诶，伊莎佢才10岁，为到我听舒服卡，一礼拜啊有6日都天天加班，伫武器工厂地背做事。那他不就没办法上学了？不，叙利亚有超过200万嘅生人呢，冇办法去读书咧。有的像伊莎穷样变做童工，伫街路上卖卫生纸、卖盐；有的啊，还个变做童兵哦。不时出现嘅炮火，还有冲的伤，也都电影样嘅事情，就因天天记得哦。生活在战争的国家，懂辛苦，懂得人样哦。做乜嘅夹到无爱走呢？保护，还有懂得小学离开咧。唔过离开咧，咁就做得平安快乐过日咧。佢哋照命离开叙利亚嘅小学，伫其他国家未会面对穷苦嘅问题。当然都伫做危险又冇马钱嘅条路。保护。来，第3则题目，我哋將強條寫到題中海，先來看題圖。來到了地中海，有沒有？希腊，這一整個就是地中海。希腊有希臘，然後塞浦路斯以及西亞的幾個國家，然後北非很重要的。叙利亞在旁邊。對，然後北非其實很多難民是來自北非，利比亞、阿爾及利亞。下一張我們來看一下照片，好不好？是什麼？好，很好，仔細看哦。是流的。人為什麼要這樣包着？
那边有人的脚站着的，搞不好那可以防弹。不可能，这不可能可以防弹。没关系，来是防讯号的。来看题目。请问，佢哋做到案呢，係因為發生乜嘅事情咯？第一，準備去坐船呢，救命了；第二，發生嘅船難將本人救起來。哦，我大概有答案了。哦，哪看？陷入深思了。好，应该是因为在海边嘛，所以应该会比较冷一点。在上船前可能在等船，那可能来保暖。逃难的话，可能就是要披这个去以防敌人追踪到之类的。哦，你是说就不会被发现他们正在移动当中？而且重点是，如果是船难的话，那他应该会。重点是你科幻片看太多了。Yes。圈圈。不是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是面向，就是土地，就是没有面向，怎么讲？就是港口，搞不好是刚下船，然后要上来，然后有人递给他们这些东西，搞不好是可以让他们吸热，免得他们太冷什么的。我选错。哇哦，没关系，来，珍姐，你说你选错了，怎么说？除了圈圈刚才讲的面向土地外，你们看后面的背景，看起来就是完好的建筑物啊，他们就根本不像要逃难的样子啊，可能是刚到一个新土地。我居然选错了后面的建筑物。找你回来真是找对了，好不好？哎，我觉得你加上圈圈的那个角度，就是他的面相，我觉得可以改。没关系，我们听一下很那个煞皮耶，英文猫。我觉得听你这样讲好像错了。完蛋。你觉得还是对的，对？对，我还是觉得应该是一。好，我们看马克是不是他的坚持在？看好来看大吧。一定错了，你可以先拿。恭喜圈圈！喂，哎，至少你拿到一个球了，对不对？哦，来，注意看后面的房子的。为什么要包这样？就像你讲，它要隔绝什么？其实它是要保温。哦，因为从海上来，身体会打湿，有可能有些人已经掉到海里。船难嘛，被从海里救起来，非常的冷，所以大家用这个毯子，它是特别后来救难队都会使用这种毯子。一方面是从很高的地方，飞机上你就可以看到哦，底下有这些难民，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是可以隔绝温度的流失。刚才大家讲，你们都觉得有可能是要去坐船，穿那个特制的衣服，坐船要穿什么？救生衣啊。哦，所以这艘是要快沉是吗？所以没有，这个就是已经对要被救的船。他们都是从西亚这一块，包括我们看内战的叙利亚，然后一直到这边从约旦，刚才我们提到，然后北非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都有难民，他们几乎都是要到哪里去？欧洲。哦，很多难民其实他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到欧洲去。那坐船的话，第一个到的地方有没有？所以他们可能会从希腊上岸，然后再到他们最终很多人想要去的是德国或者是英国。那究竟这些難民逃難的過程，以及他們所遭遇的一些狀況，看來看 Newstalk 嘅解答。真嘅冇想到，這種亮亮的材質一點也不像可以保暖耶。有學到的吼，海上救難隊救起難民嘅時節，就會提供佢哋一種毯呢，佢嘅材料當鐵片，啲寒嘅時節就得減少熱能散失。第二個時節要做得大熱頭，故所接啲緊急救難嘅時節會用到。他們選擇坐船逃離，真的很不安全耶。保護，唔過啊，行陸地嘅時節行卡冇安全啦。行過坐船嘅路程未黑短，無奈何就會坐燃砂石團提供嘅船呢。個地中海一條船啊！當到又 Q 又冇安全，還接潮災。照估算，2016年就有超過5000個難民喺地中海呀冇命了。不逃可能會死，逃了也可能會死，真嘅運動才過。最後。關鍵的議題，我們一起來看 Newstalk 帶我們去哪裡？來，哦，到了剛才我們一直提到的非洲，肯亞。肯亞。
要问什么呢？去接落看题目。一條難民用嘅作地運動三項走喏。第一，為咗參加奧運；第二，為咗平面本炸彈炸到。很棒，我最喜欢这个样子了。他们穿的那样，搞不好是就避免被轰炸，这样跑比较快。所以有可能。对啊。比方说，空袭警报的时候，大家还先换装哦，赶快我的那个运动贴身裤赶快先换起来，还穿运动外套，每个人还穿运动鞋。换成这样吧，而且他们看起来的装备都还不错。是不是他们平常就这样啊？怕随时会有炸弹来，他们就平常就穿这样啊。参加奥运的话，奥运应该有什么参赛金吧？应该有吧？哦，你说没有人帮他出那个，对啊，比方说机票、他都是难民费，了然后食宿。他们是为了嘛，为了那他们心中都有，不管那个机会多渺小，他们总是有那个希望，所以他们可能现在是在练跑步之类的。他们连去都没办法去了，怎么？他们有希望啊！当你在一个没有任何，当你在一个很可是他们的希望就不可能，他们就说难民就是没钱穷，然后没钱穷，他们就不能买机票，没有买机票到那个地方就不能比赛啊！不要争论了，请看解答。 One punch。 Yes， 恭喜2位男生，好不好？在呀。为什么？有没有看到？其实就是你们平常会穿的那些很专业的运动品牌 ，Nike 哦 ，Adidas 有没有？都是你认识。可是他们不是难民吗？他们是难民啊。来，我告诉你，其实难民也可以参加奥运，怎么参加？我们听 News Dog 的解说。难民每周都会比奥运吗？也是奧運比賽頭一擺由難民出現哦。來自南蘇丹、伊索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敘利亞嘅10個難民選手之內哦。没办法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比赛，一听懂甘苦。希望他们家乡的问题可以早日解决，让他们尽情的比赛。冇唔錯，就像奧委會主席巴哈講嘅，難民奧運會代表全世界難民嘅希望，韓國要幫全世界意識到難民危機有幾嚴重咧。那他們比賽的結果如何呢？還希望拿到哪獎哦？都冇猜，記得啊，都冇得獎。不過猶太選手馬比卡佢就講咧啊，我代表嘅係全球嘅難民，我嘅勝利就係佢哋嘅勝利。雖然我輸咧，不過我很期待呀，挑戰唔會喺根本日出賽咧，也咪唔單槍係為猶太來比，生命本身就係戰鬥。經過這禮拜的節目之後，你有沒有什麼新的認識針對難民？就是因為通常難民講的都是他們已經逃出來，然後在那個地方生活可憐，很少人或者是很少報道有說到他們逃難的途中，他們各種辛酸，像是剛剛不是有從海難救起來的，他們也是為了逃難，然後好像5000多人一年有5000多人因為去走海路，然後死在海上，所以就是地中海而已。对，你提到數字，我這邊補充大家一個數字。我們剛才在節目當中提到是2000萬的難民，其實這個2000萬是他們離開自己流離失所的家鄉，還有高達4000萬人都還在原本受戰火摧殘的地方生活。就是他們沒逃走的，他們就是還會留在那邊，可能是因為無法那個出去，沒有錢可以去買那個船票啊之類的，也有可能是想要留在自己的家園，守護自己的家園，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園裡面，就是留在國內就是死嘛，然後出國也有可能會死，就是他們必須賭那個風險，就是覺得他們真的很這樣的選擇權不是每個人都有。我必須要講，今天這世界難民日的專題是一個很嚴肅的主題，而且難民離我們非常的遠，但是4位的表現都非常的好，然後提供我們獨到的觀察，所以今天不是處罰，而是獎賞。我們很榮幸找到一本就是
描写战地的书，它是一位来自日本的作者，他叫山本美香。这本书叫做《战火摧残不了的童真》。那很不幸的，这个作者在2012年的时候，他就在叙利亚采访内战的时候不幸丧命。可是这本书，他当初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写给你这种年纪的孩童看的。那毕竟我们说了，这是一个竞赛。今天拿到最少地球的是芊芊。你看了这本书之后，我们希望你把你自己看完这本书的心得，透过拍摄的方式，短短的告诉我们你有什么心得，好不好？好，謝謝四位的參與，我哋非常感謝電視挑戰嘅觀眾朋友，為你對世界難民嘅兩個認識，也提供一下冇強嘅視角，幫你認識世界上很多嘅難民佢哋所面臨嘅困境同生活。當然，還有精彩內容，下週禮拜六下午的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小愛是天部，拜拜。我画这幅画是在描述战争中的孩子。我用黑白来画，希望他们的世界是没有色彩的。这小女孩已经奄奄一息，这棵树是他们正在枯萎的生命力。这个小男孩真正需要的是食物、衣服，还有居住的地方，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枪、炸弹还有子弹。他们以前也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因为战争带走了他们的亲人。乌鸦代表灾难，我在乌鸦身上隐藏了一组单字 WAR， 因为战争，所以带来了他们现在的不幸。我画这幅画是希望大家能对战争中的孩子的危险更加的重视，